你的课很有意思，还好啦。我还有很多不会的地方，可以请教你吗？可以啊，你不是有我电话吗？我吃饭啊？请你哦，请我吃饭啊？哦没问题啊。那我可以带我朋友来吗？ ，Of course。周晓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你。哦，这个是我的学生任一阳， 안녕하세요。这个是我的。老师再见。这刚说请我吃饭呢，干嘛突然反悔啊？外国友人怎么跟派雅思一样抠门啊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啊！持刀行凶到底有什么完美化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路。你就没有要问我的？没有，问什么？你和那个留学生是不是留了电话？哎，对啊，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的，方便提供汉语教学的售后服务。哎，我以前都没有想到啊，我这么适合当老师。我要是以后小说写不下去了的话，我就改行去当老师，然后认识多久了？1个下午。我们认识了1个月，你才存了我的电话，所以嘞，所以我吃醋了。嗯，今天天气真好啊。坐。别生气啦，要不我删掉他删。啊？真这么小气啊？直接这样删掉人家很没有礼貌的，影响国际情谊。哎！你真让我删掉他号码？你要是真的介意的话，那我就删掉吧。算了，不用了。真的？那就好，我也就说说而已，这样无缘无故删掉人家怪尴尬的。猪头，烦人。我从你这个搓坛子里面找到灵感了，快翻！瞧我这天才的智商啊！这一章我就写医学院女主吃醋，避开要害，捅了男朋友100多刀。谢谢啊。